去年7月，这凯比风台来的时阵，高雄三民区宝珠沟的附近呢，有几啊栋大楼地下室拢淹水。水利局是来争取到清理办的中央补助，要甲宝珠沟北边的布花来贴到1.7公尺遐悬，也要来起新的排水沟。当地里长是希望讲，这桥骹呢，会当来设水门来控制宝珠沟的水量。 去年7月，凯米丰泰大水库，佮撞到年度大楼，和三明区宝珠沟的水泄袂出去，水就对北边较低爆花溢出来，灌入去德山街附近大楼的地下室，造成民众严重的损失。高雄市水利局今年争取到清治办的经费，要来查悬宝珠沟的爆花。当地居民认为查悬确实有必要，不过边的水路嘛要做回改善。这条水沟，这条话变路好，水也走袂出去，就袂当过啊呢。啊，为什么路爱查悬啊？无啊，伊这个地洼才较低啊。水利局的改善计划包括有北平爆花塔悬到1.7米，改善沟仔边的排水出口换做较大的暗坑等等。水利局表示，若是要应付去年风台的状况，这确实不是治本的方法。不过，因希望会当先改善当地较高淹水的问题。我的确没办法用治本的方式去解决这么大的水量，因为它本来就超出设计标准。但是我能保住够我的防风墙加高，可以减缓社区积淹水的程度。 那再加上我新设抽水机组，增加抽水能量，那希望不要再淹到住户里面去。大高福德是朝着这个桥桥面这个阮这边遮讲用一个迄个防水闸门，因为阮这个里阮是正西里阮甲对面的安吉里迄个各在一条里啦，阮是下含一里心的。因为经费不足，里长讲的水门暂时也无法度做，但是这摆计划嘛有甲下水的水坑改造有自动化调节排水的设施，防止宝珠沟的大水倒灌这摆社区。水利局希望工程的河水期进程会当赶紧完成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。